本节目2002年11月在贵阳参加第5届少数民族团体体育运动会中，荣获3等奖。营盘类营盘，原名营盘舞，它取材于苗族先民为保卫疆事而进行的战略防御。表演者推着鹿身，垒成营盘，形成圆圈，表示四方不满勇士。在营盘中央竖立旗杆，表示苗族首领的帅旗。四面开弓，倒立上街，挥舞帅旗，表示营盘堡垒的坚固和高昂的士气。垒营盘最先是苗族同胞用来表达怀念先民们的历史伟绩和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气概。随着社会发展，如今垒营盘已成为苗族男女斗智斗巧的活动。它不是充分展示表演者吹跳技艺博得人们赞荣，是毕节地区苗族人民最为广泛流传的娱乐健身活动。他们的节目表演太精彩，请观众给予掌声鼓励。